周润发以前很有名的影视明星，电影电视的明星周润发，很优秀的。你看 YouTube 后面要有个空格，然后才是中文字。你看幕尾的后面呢是有空格，然后才中文字，这样在点按的时候才不会。才不会产生不是自己想要的。现在要找的是网络上人家影片有这个标签叫 Movie， 有这个标签叫 YouTube， 而不是跟YouTube 再加上影片标签，这一个英文字是4个中文字组合成的，不是这样。现在是网络连线，你看那个效果那么差，有时候还没有办法发布的，这是网络的问题。你看，要按舍弃，然后再重新贴，按照内容是你看有改有修改，按发布。这样你看不一样了，你看这2个贴文就不一样了。现在按只有英文字加上9字号的 YouTube， 哇，你看到了就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跟刚刚的幕尾看到的内容就不一样了。这个也是连接到世界各国的影片，只要它影片标题有加 YouTube， 这样我们就可以连接到相关的影片，世界各国的影片呢。你看那个影片标题，中英文可能有德化、意大利文、西班牙文、葡萄牙文、荷兰文，是其他国家的印度的古印度话的，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字